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全景攝錄知多少第4堂360度影片嘅後期處理教學短片。影片後期處理係將拍攝素材進行編輯同優化嘅過程，當中包括使用對素材進行裁剪、移除不必要嘅片段、加入音樂同音效增強氛圍等嘅步驟，使到影片更加吸引。除此之外，仲可以添加埋字幕同特效，令內容更加生動。後期處理能夠有效提升影片嘅專業性同觀賞性。影片後期處理步驟複雜，需要長時間嘅學習同練習。不過而家大部分360拍攝相機嘅應用程式均具備 AI 剪片功能，可以俾老友記簡單快捷咁嘗試進行影片後期製作。首先，以示範相機為例，開啟手機嘅相機應用程式，確認手機同相機連接完成之後，我哋可以喺主畫面下面睇到一個相簿圖案。撳一下進入頁面，喺裏面我哋會睇到之前拍攝嘅所有影片，可以喺呢度挑選一條想編輯嘅影片。影片選定之後，畫面上方會有精剪、快剪同 AI 取景3個選項。我哋可以點選 AI 取景，然之後再撳下面嘅人形公仔圖案，啟用 AI 取景功能。人工智能剪片功能會自動分析唔同場景，並且挑選影片中嘅關鍵場景，例如人物、動作或者風景，之後生成一段精華片段。處理時間視乎影片長度而定，通常係幾秒至幾分鐘。等待完成之後，我哋就可以睇到 AI 取景嘅效果啦。AI 取景完成之後，若果滿意效果，記得保存影片到手機上。我哋可以撳右上方嘅黃色按鈕，然之後再撳保存到相冊，跟住選擇保存到系統相簿。呢個時候就會見到影片正在處理中，熒幕上有一個數字顯示處理進度。當數字顯示到100% 時，代表影片已成功儲存到手機相簿啦。若果 AI 剪片效果唔理想，老友記可以嘗試精剪或者快剪模式，手動調整影片內容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將會講解點樣將影片上載到唔同嘅社交媒體。首先以 YouTube 為例，點擊 YouTube 應用程式，然之後撳右下方嘅個人中心，進入自己嘅 YouTube 賬戶。呢度會顯示我哋嘅 YouTube 賬號名稱。確認無誤之後，撳下方中央嘅圓形加按鈕，進入瀏覽相簿頁面。喺頁面，你可以揀選想上載嘅影片片段。揀定影片之後，畫面會見到影片片段同整個影片嘅時長。確認後，撳右下方下一頁按鈕，然之後，螢幕會顯示上載完後嘅預覽畫面。若果滿意畫面，可以撳下一步按鈕。跟住落嚟，我哋需要為影片添加文字描述同配置相關設定。首先，輸入影片標題，跟住你會見到分享設定選項，呢個係選擇邊啲人可以搜尋同收睇呢部影片。點選分享設定後，可選擇以下選項。公開，所有人都可以搜尋同觀看，適合廣泛分享。不公開，只有擁有連結嘅人可以觀看，適合分享俾特定對象。同埋私人，只有選擇嘅人先至可以觀看，適合私人存檔。呢度我哋選擇不公開。設定完成之後，請再次確認影片資訊同相關選項係唔係正確無誤，然後點擊上載按鈕。上載過程中，畫面會見到藍色進度圖示，表示影片正在上載。根據唔同嘅影片大小同網絡速度，上載時間可能係幾秒至幾分鐘不等。上傳結束後，點擊影片縮圖即可預覽影片。
你可以播放影片，確認內容同畫質係唔係符合預期。如果要分享 YouTube 影片，可以透過分享影片連結。首先，打開 YouTube，揾到你想分享嘅影片，然之後喺影片下方撳分享，再撳複製連結。跟住落嚟，將複製嘅連結貼上社交媒體、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或者電子郵件之中，可以附加簡短嘅描述，等朋友們了解影片嘅內容。咁樣你就能夠輕鬆分享精彩影片啦。另外， Facebook 都係一個常用嘅影片分享平台。要喺 Facebook 上分享影片，請按照以下步驟操作。首先登入賬號，打開 Facebook， 登入你嘅賬號。喺主頁上，點擊發布或寫點什麼嘅框框，點擊相機圖標或者添加照片、影片選項，然後選擇要分享嘅影片。喺影片上方，可以添加文字描述或者標籤朋友。喺發布影片前，可以選擇私隱設定，設定邊個可以睇到呢則貼文，公開或只供朋友查閱等。最後，確認所有內容無誤之後，點擊發布。咁樣就已成功向親朋戚友分享影片啦。今堂介紹咗點樣用360相機進行360度影片嘅後期處理。透過應用程式，你可以編輯素材，裁剪不必要嘅部分，加入音樂同特效，提升影片嘅專業性。應用程式嘅 AI 剪片功能可以自動分析場景，生成精華片段，簡化編輯過程。完成之後，保存到手機，並且可以上載至 YouTube 或 Facebook。上載嗰陣，要輸入標題同設定分享選項，等影片可以俾啱嘅觀眾睇到。透過呢啲步驟，輕鬆分享精彩嘅360影片。全景攝錄知多少網上課程已經嚟到尾聲。完成4堂課程之後，老友記得完成小測試，測試自己嘅理解程度同學習成果，以便更好咁掌握所學嘅內容。本影片由麗澤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及製作。